今仔天气较烧热咯，气象署表示讲，明仔载温度会到30度以上哦。也毋过拜三开始又会变冷，北部只有10度，中南部有13到15度。大家得爱注意天气的变化。今仔气象署嘛，甲各地公共资讯图书馆签合作备忘录，未来会利用活动做伙来推广环境影响的理念。拜一透南方各地气温上落，气象署表示拜二会愈热，气温会升到30度以上。也毋过拜三开始就会翻冷，特别是北部会降到10度，含前一天净差20度。而且受大陆冷气团和华南喷河区的影响，全台湾落雨的几率增加，爱到拜5月天气暖和，雨水才会慢慢减少。那我们预计最冷的时候在北台湾的部分大概是10度、11度。那中部的部分，就中台湾跟花莲大概是13、14度，南台湾大概是15、16度左右。要了解上新的天气变化，拢要爱靠气象署。气象署除了逐日提供上新的天气预报，配合时代改变，今嘛透过 App、社群平台，甲专业知识专做民众通轻松理解的科普资讯。为着要让大众重视气候变迁的议题，气象署一早起嘛，甲各地公共资讯图书馆签署合作备忘录，未来会透过多元的活动来推广环境永续的理念。比如说，我们会有夏令营，还有一些针对于台湾阅读节、世界阅读日等等，都可以融入气象署的相关的气象知识的一个平台。最眼前的马馆长刚刚就有提到说，6月我们会有一个共同的这个以永续为议题的一个算是研讨会。公共资讯图书馆表示，今年6月就会和气象署做伙举办永续论坛，期待透过合作为环境尽一份心力，建立民众对永续的观念和意识，让大众更加了解台湾在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当中的实践成果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